机抵达杜尚别，开始出席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第5次峰会，并对塔吉克斯坦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晚6时许，习近平乘坐的专机抵达杜尚别国际机场。习近平步出舱门，受到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热情迎接。塔吉克斯坦女青年向习近平献花，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两国元首亲切交谈。习近平感谢拉赫蒙在筹办亚信峰会的繁忙之中专程来机场迎接。习近平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塔吉克斯坦政府和人民致以诚挚问候。习近平指出，时隔5年，再度踏上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我一如既往感受到塔吉克斯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中国和塔吉克斯坦是世代友好的好邻居、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建交27年来，中塔关系始终保持健康稳定发展。2017年，我和拉赫蒙总统共同决定建立中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两国关系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我这次访问旨在推动两国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我期待同我的老朋友拉赫蒙总统深入交流，共同规划中塔关系发展美好蓝图。中方愿同塔方携手努力，推动中塔关系和两国各领域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杜尚别峰会对亚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各方将共商亚信未来发展大计，确定合作重点方向。塔吉克斯坦作为主席国，为筹备这次会议做了大量工作，相信在各方努力下，峰会一定会取得圆满成功，为亚信未来发展注入新活力。拉赫蒙愉快地回忆起习近平5年前来塔吉克斯坦访问的情景，代表塔吉克斯坦政府和人民热烈欢迎习近平对塔吉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亚信峰会，预祝访问圆满成功，推动两国关系更好更快发展。丁薛祥、杨洁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塔吉克斯坦大使刘斌也到机场迎接。